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的新会期，今仔日开始来开会，邀请到行政院长苏贞昌，针对国际航空的机组员隔离3+11天的决策的过程来提出着报告。前一天这个书面的报告来献光，报告写讲有机组员为去年开始超过1年的时间，持续伫咧执勤、居家隔离、执勤、居家隔离这个当中。 重复来循环，影响到身心的健康，恐惊会危害到飞行的安全。考虑到当时国内的疫情已经平稳，所以指挥官决定4月15开始实施加强版的3+11天。不过，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对这份的报告真无满意，大动作来杯葛，甚至甲报告甲掠破。 提牌和报告大声咧发，立法院开议日，苏贞昌上台报告进前，互国民党的立委阻挡。国民党主席江启臣阁甲这份报告掠破。会继续开会。立法院新会期邀请行政院长苏贞昌专案报告国际航空机组员隔离3+11决策的过程，并非即顺。不过要上台无这么简单，这份3+11报告前一暗先送到立法院，然后献光。我们都非常战战兢兢的准备，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定稿，并没有说给特定的哪一个人，请不要误会。书面报告讲，3月26号技术工会公布的报告讲，机组员当时已经超过1年，拢是一勤机检、一勤机检的生活，有够啥技术无正常的生活，要让啥技术有严重的失明问题。民航局环保指挥中心建议机组员管理措施参照别流旅游7套模式，调整做0+5+9管理模式，嘛就是免居家检疫，只要进行5天加强自主健康管理，经过 PCR 检测阴性，加上9天一般自主健康管理。4月13，因为5+9实施满1个月，当时本土零确诊超过60天，3个多月以来平均逐天境外刷日干那2-3例。指挥官决定调整做加强版3+11。报告嘛讲，防疫过程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无可能拢兼顾会到。不过，这份报告看起来在野党的立委无满意。